那别啥是该讲过年的，别啥个小步，干步他就会摆东西攞嘅呀，冇用嘅呀，唔強嘅，攏總是個小嚟上嘅。那個新建材料嘅師傅做數40-30日呀，夠是個上嘅，係咪個上嘅呢？腐竹嘅心，不壓嘅心，不上嘅心，唔干人嘅心，做壞事情嘅心。上快生死嘅心，攏總是個上嘅，唔好帶落你年頭，隔你年度你啲行業嘅時間，攏總是個定期。上一個上一個唔好帶落年度你嚟，嗱係是個你都快嘅是個上一，是個韓國咪嗱，都係要基督嚟命令是個嘅心，係基督命令是個嘅心，熱情是本個平安嘅心，恩愛嘅心，要隻良善嘅心，要錫人嘅心，條年良人嘅心，攏總係要兩樣人，一連子熱情是個得到平安快樂，在世間裏行到。呢個2024年，阿門。